大家今日嚟到咧，我哋嘅智者不惑啦。咁啊，上一輯咧，我哋邀請咗我哋阿陳博士、陳鳳祥博士啦，Wilson，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個貿易戰同埋對香港嘅影響。咁啊，今日咧我哋延續下呢個題目，好唔好啊？OK，咁啊先俾下而家我哋一啲睇法先嚇，就再邀請阿陳博士講一講而家咧我哋嘅貿易戰咧對我哋全世界嘅影響啊，大概係咩情況？貿易戰好多人好驚，甚至擔心緊呢啲生意會冇咗。咁呢個擔心咧，我首先要認同。係，但係如果大家客觀睇翻乜嘢叫貿易戰，係咪今日先有呢？原來唔係嘅，貿易戰已經發生咗180年。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貿易戰呢，係源自清朝嘅期間，已經超過100年，後尾再加到今日80年。第一個貿易戰係乜嘢呢？清朝嘅政府係無能，所以美國要撳住你打就撳住你打。180年前，佢對清政府要求咧開放港口，一共簽咗超過8個不平等條約，開放俾我入嚟等等，你唔好有咩關稅。所以關稅戰今日講得咁嚴重咧，你睇翻嗰段歷史，其實美國早已經有唔同嘅強迫性，即係中國開放。歷史上面根本就唔係新事物啦。嗱，第二個時段係乜嘢咧？就係1945年聯合國成立，聯合國成立就國際上已經講緊二戰、一戰嗰啲係唔啱噶啦，上一位嘅思維變咗啦。美國對中國咧就開始簽咗一個叫公平嘅條約。呢個公平係乜嘢咧？冇考慮嘅實際能力，即使一個有錢佬同一個窮人講，你哋互相開放市場啦。咁中國貨品係點去美國咧？所以美國繼續用第二個方法攞咗中國嘅市場。不過呢時候好短，新中國成立完全唔玩啦，呢啲咁嘅不平等條約。不過取而代之嘅，美國又對中國有一個新嘅更加嚴厲嘅貿易上嘅處理，呢個叫禁運。戰後或者新中國成立之後，美國對中國禁運，中國基本上喺國際上攞唔到有關嘅市場，你出唔到去啊嘛。而貿易戰去到後期又好少少啦，好似有乜嘢呢？就係屬於美國希望拉攏中國去對付蘇聯，所以亦都見到咧尼克松突然間訪華，呢啲海運禁運就開始減低，中國有次就生機咯。時至今日，所謂叫做對等關稅啊，特朗普做呢一招咧，已經同當年比咧，其實嗰個效力好低啦。點解咧？中國芯片已經自己誕生，成長咗。更加關鍵，你見到啱啱喺呢一個月初嘅時候，月中啦嚇，美國再同傾偈嘅過程裏面強調一樣嘢，美國需要稀土啊。原來整個高科技稀土係最初嘅元素。你講新能源汽車，講呢一個隱形飛機嘅原材料以噸計嘅隱形潛艇，類似啲雷達偵測唔到嘅係靠稀土，而稀土中國佔比去到咧90%，無論生產60%幾啦，以至佢嘅專利權啦，所以特朗普就喺呢方面跪低啊，要同中國傾偈。全世界最大嘅一個無人機公司就係我哋大疆啦，係咪？當然我諗好大情況上因為貿易戰啦，咁啊其實佢哋公司都要裁員，個幅度都幾犀利嘅，去到60%。國內而家好流行嗰個字叫出海，係咪啊？向東南亞嗰邊去發展嘅。咁啊當然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喺我哋中國上面嚟講，我哋都係面對緊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壓力啦，係咪啱啊？咁你覺得呢個情況對中國嚟講嘅話，你會唔會構成到一個好重大嘅影響？咩理由裁員呢？因為實際上係咪仲需要好多人去做生產呢？唔單止係市場，咁整個世界即係包括我哋某間銀行喺香港都係要裁員啦。咁你銀行更加可以更加多嘅用 AI 用 FinTech 去做噶嘛，所以個世界係轉變緊嘅，即係裡面一定係好多轉變緊嘅。你唔好話我個細路去美國讀完書就好威，美國市場有幾大？即係世界改變緊。香港讀完書嗰啲都識美國市場，多你一個唔多。咁有冇諗過原來喺另一個世界亦都冇升緊呢？咁我哋上一集以至頭先都提到嘅新嘅世界，原來大學都冇提供呢方面嘅培訓。我帶隊去東南亞，連續已經講緊好多年，裡面去到同當地一啲叫商會傾偈，尤其當地嘅中資商會，佢個會員增幅係咁嘅，即係代表乜嘢啊？代表中資嘅企業喺嗰度落地成為會員。香港有一個好大嘅機構叫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咧喺東南亞都有分行嘅，但係知唔知道東南亞分行邊度管呢？俾兩個選擇你，北京管定香港管？咁你咁講，我估香港咯，一定係香港管。咁香港呢一間中國銀行，如果香港大學裏面揾東南亞嘅人才，基本上都幾可憐。香港嘅大學究竟做緊咩事呢？咁佢哋嗰邊繼續發展，其實中國人可以咁做，好多企業都可以咁做，因為香港管同北京管各有優勢，而香港管嘅優勢係有好多。咁當然啦，唔需要展開啦。
但係你一味講嗰邊裁員就好消極，但係呢邊增長你又享受唔到，仲要唔識得去享受。咁啊，即係大家咧，觀眾們咧，你一定要留意我哋節目㗎，係咪啱啊？單睇啲數字咧，可能你消化唔到㗎。咁今日聽完阿陳博士講完之後咧，咁其實大家知道咧，數字咧嗰啲係參考嘅啫。最重要都係睇到個大形勢。咁啊，今日咧我哋嘅錄緊呢個節目嘅時間咧，咁啊正值咧係咩咧？就係我哋嘅中美貿易戰嘅第二次嘅談判。咁啊仲未有結果嘅喎，阿 Wilson。大致上都估到㗎啦，係咪啊？咁不如咁啦，我哋考下 Wilson 先。中美貿易戰幾時會完結啊？基本上唔會完，因為好明顯，我哋講咗咁多嘅歷史轉變，美國戰後不嬲係大佬大哥，當大哥一路收縮嘅時候，佢願唔願意真係妥協呢？所以用盡方法，更加關鍵嘅，我哋要注意個世界轉變係一個好可憐嘅轉變。我哋人係講道德嘅，講文明嘅，呢樣嘢係不停向前走嘅。但係美國今日出現嘅拜登與特朗普口沒遮攔，言而無信。咁佢應承貿易戰上，我哋睇翻一兩場好清晰嘅談判結果，喺歐洲一場，跟住喺英國再嚟一場，之後第二日咋，美國就即刻新加關稅，對華為手機進行呢一個制裁。嗰頭談完，嗰頭就亂嚟，咁所以會唔會一次談判冇事呢？最後嘅時間，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講？其實如果假使作為香港我哋一個普通市民我哋將來嚟講嘅話咧，面對而家呢個情況，你有乜嘢嘅投資邊類型嘅項目乜嘢嘅所謂產品或者你覺得係未來嘅趨勢？答案好簡單，投資自己，唔好再睇爸爸媽媽去做唔到嘅嘢嘅夢想俾你嗰種。我要喺美國喺英國讀完書留低工作一世，甚至我哋爸爸媽媽係移民去加拿大，當其時嘅移民係冇問題，因為實際上西方嘅社會係好靚，但係今日仲係唔係呢？咁所以要認識所提到嘅東南亞好亂喎，東南亞好落後喎，呢一個係睇到一少少過去式。50年前深圳夠落後啦，轉換非常高機遇嘅角度嘅時間，你仲睇落後，咁後面會點呢？你認識越多，其實我哋所講嘅保險也好，都係要處理風險噶嘛。我買保險咪佢能夠減低咗未來嘅風險咯。咁啲風險係點樣減低呢？認識越多，風險就會越少。風險有另一個 term 叫 uncertainty。uncertainty 你了解越多，咪減低咯。所以你話東南亞係高風險嘅，因為落後，咁就了解多啲，就係要做嘅事啦。了解得越多，減低咗風險，嗰個 high risk， 但係對你係 low risk。High return 就喺呢度發生。明白。咁啊，當然啦，我諗最容易去平衡風險嗰個方法就係先係咩咧？就係要自己本身了解風險先啦，係咪？所以先要投資喺自己多睇我哋唔同嘅片集，所以多留意下我哋嘅智者不惑。咁啊，今日咧好多謝阿 Wilson 啦，上到我哋嘅節目啦，同我哋分享到有關貿易戰對我哋香港大陸以全世界嘅影響啦，係咪？咁希望下一次我再邀請你上嚟喎，好嘛？咁我老規矩啦，咁啊大家離開之前咧，俾個讚我哋好唔好啊？分享俾我哋嘅朋友圈 ，OK？ 多謝大家，好，拜拜。